去哪？Let's see here。哎，会合。现在 now，go。呀！哎，小雾啊！哦，那小淼，哎，久等了，久等了！跟你合作的。哦，是不是我的伙伴？走。My partner。奇怪。Good day。哇，对啊，今天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任务哦。我也不知道，我利用啥去解任务？哎，你有收到简讯吗？哎，我看一下。哎，有啊，研发餐车到哦，要去苗栗耶。苗栗啊，真的啊，苗栗什么地方？我听说 a lot of special characteristics, but what characteristics are in 苗栗？苗栗要不有那个 T set 是。哎，你应该最清楚吧？泰家 T 在上多英国迄大湖草莓，泰府的 strawberries，要在龟见某啊，那是冬天才有啊，现在这个季节没有。这个季节现在的话，苗栗还有什么有名的 T set？3亿的木雕。哦，That's right。 3亿木 The 雕。wood carvings。如果要做餐车的话，我突然想到，要在龟界有反瓜哎。南瓜啊 ，pumpkin 啊 ，all the pumpkins. Is it pumpkin season? 哎 It's pumpkin season. Oh, great! 哇，那很期待哦。景点的话，我记得那个龙腾断桥那边最近好像有那个铁道自行车，哦，有，帮我们一起体验看看，看有没有找到什么灵感，搞不好可以想到更好的事。小屋 ，That's a great idea. All right, I'm excited. 嗨，小屋，那朋友，哎，我等一下带你们去看这次要使用的餐车。哦，好啊。那准备出发了。对，现在就走。是的 ，OK，Let's go. 小屋 ，What a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苗栗？苗栗那边有那个 T set 哦，有太府吃婆味啊，太阳温泉啊，有统伐，有洞头呢，感觉很好玩啊。放心，有我在就 OK 啦。